大家主日平安，平安。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会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一同用感恩、感谢的心，我们用赞美、祷告来成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个时候邀请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圣灵亲自掌权，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也在向你来你面前认罪。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一切所不属于你的罪。主啊，求你再次洁净我们的心。这时候我们一同用赞美，用认罪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有你的保守与带领。主啊，我们遇到顺境或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献上感谢与赞美。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啊，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也是好怜悯、施行医治、拯救的神。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远离那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试探都要离开。主啊，我们要更谦卑、敬虔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全能的天父，我们要来大大的赞美你，赞美你是给我们每天都有平安喜乐。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你引导我们走在信心这条道路上。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赏赐在我们每个人所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欢喜还是失落、难过的时候，我们确信主你的应许不离开我们。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唱诗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接下来，我们会同为几件事来祷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
也为我们的教会的长子同工，也为我们教会每个小组、每个团队，我们一同开口来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更多的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宣教福音的火热。主啊，求你开启那福音的大门，将那属天的福分临到我们所爱的人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再次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我们求主你赐下那合一的灵，点燃那复兴宣教的火，在我们的互讲教会当中。主啊，求你撒下那福音的种子，让这个种子因着福音来发芽长大。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与改变。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福音与主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参与所有的服事事工，让我们热心来参加的小组以及过着团体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我们再次求主你恩膏我们的牧师，所有的长子同工，让他们在服事当中都有属天的恩赐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合一的灵在我们基督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增长，一同来领受主耶稣带来的启示。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台湾的疫情来守望祷告。虽然最近疫情不断的升温，不过我们守望的祷告是不间断的，要为我们每个人家庭各种的关系来祷告。我们一同为这两件事情来开口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台湾的主，我们台湾都是属于你，我们全然的属于你。主啊，求你将我们台湾现在所有的遇到的疫情的灾难，主啊，求你亲自来掌权。主啊，求你使我们台湾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能够得到完全的消灭。主啊，我们要使我们的人民过着没有恐惧的生活。我们恳求主你在我们的四周围，用那你大能的双手来保护我们家中有年长的长辈，以及我们家中有幼小孩童的孩子们。或许他们身体虚弱，没有好的抵抗力，主啊，求你大大的来保护他们，我们都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免于害怕。求主你来保守有难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亲人以及朋友得到早日的康复，赐下那恩典医治在他们身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家庭当中，我们要大大的经历你在我们家庭当中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让我们的夫妻、亲子、兄弟姐妹当中建立在一个基督化及美好的一个关系。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真理，和散那归于至高神。
关系、经济来源遇到许多的挫折，我们求主来赏赐更多的帮助在他们的身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教会所有的软弱的肢体，为他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你是丰富供应我们所有所需的主，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一个胜任，让我们的财务一一的突破，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所有的经济都能够恢复到主你在恩典当中。主啊，我们真的要来大大的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医治临到我们病痛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病痛早已得到医治。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要得着平安。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医治，求主的宝血完全的遮盖，赐给他们心中充满平安喜乐。这时候，我们一同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今天的聚会以及我们的敬拜，也为着我们今天牧师所要讲到的信息为着牧师来开口祷告，为我们今天的服侍者，也为我们今天无论你在线上或者在实体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你都来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领受的教导，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赞美你，我们再次求你圣灵引导高摩在我们向牧师身上，让牧师要所讲的信息当中是充满恩典、充满能力、充满祝福。主啊，再次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是充满主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将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来保守我们一切的程序都非常的顺利。主啊，我们乐意的同心合一的敬拜，合一的服事。主啊，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除去所有的搅扰。我们要专心敬拜你，我们要谦卑的领受主你那来的声音。主啊，我们要透过每位弟兄再次让我们的每位弟兄在你的当中重新得到力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的祭。主啊，你将设立宝座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降临，求你医治，喜乐的灵，生命的活水，恩膏充满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释放及受捆绑的心灵。主，愿我们所献上的每个祷告，恳求主你来接纳。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君王就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
经为我们成了大事。愿荣耀都归于你，愿权柄都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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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宝座就在这里，愿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主，我们是有福的百姓，虽然疫情升温，但是我们心中仍有喜乐跟平安。无论是在实体或是在线上，我们知道，当我们心归向你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同
在。你将你的恩典、恩膏、喜乐、平安、健康都要赐给我们。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你。愿今天的敬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造就，每一个人都得到恩膏，每一个人都得到平安。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两段的圣经，记载在第一段在诗篇141篇第1节到第2节，第二段记载在约翰一书5章13节到15节。我们先念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上主啊，我求告你，求你快快帮助我。我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垂听。愿我的祷告如香如烟上升到你面前。愿我的高举的双手成为晚祭。来，第二段，要你们知道，你们信奉上帝的儿子的人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虽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是给我们。圣经读到这里，献诗，我们请男诗班为我们献诗。
蓝诗班为我们献诗。讲道，牧师今天为我们讲的题目是祷告连结丰盛的生命。祷告连结丰盛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也谢谢蓝诗班他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特别加班一起来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主。那牧师也很感恩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那我们的蓝诗班比较容易召集我们就多练了几次，一起来献诗那牧师也能够享受献诗的那种喜乐那记得30多年前我们教会当时才差不多100个人在做礼拜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同工都要身兼很多个服事记得那个时候牧师也常常要参加圣歌队，唱完诗班再跑上来台上这感受到30年前那种温馨跟喜乐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教会呢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除了严守这些这个消毒那个规定以外，我们也现在就是周报我们就自己没有招待，自己拿那我们的奉献呢，我们也就是由执事来拿奉献袋，那轮到前面我们就不用来接来接去的。总之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能够照实体来做礼拜，表示我们自己心中有交托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要心中有平安，我们身体状况很顺利，我们就得保护。那我们要分享主的话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喜乐恩典来一起聚会，特别是在疫情越来越增温的时候，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有感染源存在，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主的掌管之下，我们心中有依靠，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顾虑，我们就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你的保护是超过一切的药物。感谢你，你的医治，你的保守也是超过一切的能力。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你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跟祝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曾经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有关 RPG 的祷告。那 RPG 的就是我们教会那各种祷告产业其中的一项。那我们有整体的团体的恩典时刻祷告会，我们有在特别节日的时候一种联合的祷告会受难周啦，或是在年终的时候，那我们已经行之10几年的我们的中保代祷，还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祷告聚会，像我们主日的祷告会。那 RPG 就是在群体之间、个别之间，就增加了一个更有效率，或是说更能够切合每一个人的主题需要的，就是叫 RPG。大概3、4个人而且它的聚会形式非常的方便，无论是大家聚在一起见面或是我们在线上，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借由圣经给我们一些启发祷告的主题可以讲1年呢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基督徒的一个经验都能够在祷告当中呈现。不过今天我们要比较简单的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祷告的生活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如何来让基督徒的生命更丰盛我们刚刚读了诗篇141篇1到2节，这段经文呢是标题是这个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但这个祷告非常简单浅显。他说：“上主求你，我求告你，求你来帮助我。我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垂听。”他重复2次：“上主我求告你，帮助我。我呼求你，求你垂听。”
然后他在描述他祷告的情境哈，他说：“愿我的祷告如烧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烧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愿我高举的双手成为晚祭。”那表示说，好像一种晚祷的气氛哈，像烟往上腾，许许的手像献祭晚祭一样。那第二段经文就是约翰这个使徒呢，他写给我们的信，他说：“你们知道，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这样子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求，他就会垂听。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藉由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一次来整理，或是再一次来凝聚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刚刚读的诗篇就是大卫的祷告生活。刚刚我们是读过经文了，它是一种晚祷的气氛，说：“愿我的祷告如烧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我高举的手成为晚祭。”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情境哈，祷告像烟，那个烧的香的烟上腾。我们知道烟是比较轻嘛，所以一烧的时候它就会往上腾。长老教会因为是属于改革中，还有我们所谓的清教徒的这个系统，所以呢，长老教会这一种仪式啦，或是布置啦，或是整个圣礼的情形就比较简化。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不同的礼拜仪式，有的教会还有烧香那个仪式哈。那特别是现在在战争中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属于东正教的系统，他们的敬拜通常在会堂里面都有那个神父或是牧师，他提了一个香炉，然后他特制的不会掉，他就会甩那个烟就会跑出来整个会堂充满了烟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那现在在当那个空中小姐，我们的知纯姐妹，她是我们在教会光耀兄的女儿她有一次呢，她就在她的 FB 分享说，她特别藉由她在旅游的方便，她跑到西班牙在从法国到西班牙有一个叫圣雅各的朝圣之路那条路听说很多人就一生想要走一次就对了。那长的话，哇，要走好多天有短程的。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走一个短的路程，然后到达那个圣雅各那个教堂。哇，那一天晚上很多人聚集，因为好像就是完成了嘛在那个做礼拜的时候，他们的教堂呢是从教堂的顶头中间垂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香炉。然后点燃之后，烟会上升嘛，然后它整个香炉，它是好像在荡秋千一样，整个礼拜堂这样圆圈甩来甩去，所以整个充满那种非常非常那个虔诚的气氛所以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像烟这烟好像上升的样子。”因为我们在台湾呢，也因为其他的宗教也都有点香所以我们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他们就包括因为是长老教会的关系，就取消了这种烧香的动作那我们意思就是说，那个香不是说祭拜那个异教才有，其实是烟从旧约时代到现在都有那大卫当王，但是他还是虔诚的在主面前。他说：“我向你祈求，希望我高举的手成为晚祭。”所以，我们祷告不只是手握着，其实举起手在祷告，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的这个祷告的方式。我们最出名的就是米勒的晚祷这张图了那其实大卫除了晚祷之外，他也有晨祷。诗篇第5篇第3节，他这样说：“
清晨你听见我的声音，太阳一出，我向你倾诉，静候你的回音。清晨太阳一出，我向你倾诉。这样的经文是一个王，也是大卫王的祷告。他无论是晚上的祷告，是晨间的祷告，你看他用一种非常那个情境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美好，跟神的关系就这样的密切。王他还是在做祷告，更何况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你习惯的祷告生活。所以呢，像这种这个清晨那种阳光一出来的时候，那种祷告好像跟神有一种密切的连结当然晚祷也是这样子了那大卫的祷告，这两篇诗篇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上主啊，我求告你，求你快快帮助我，我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垂听。大卫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有权力的、掌握大权的一个王，他就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说：求你帮助我，求你垂听。所以每一个人，无论是你什么样的身份，贫穷富贵，或是你有多大的权力，或是一个平常的百姓，在神面前，神都同样看重你。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王的祷告呢，他是虔诚在主面前。我们常有人在描述这个大卫王，大概强调他的那个丰功伟业的是有了，但是其实更强调的是，他是一位祷告的人，他是一位唱诗歌敬拜神的人。因为如果要说他的权位权势多大，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更大，那再比都比不过人有更大的。那这位大卫王的祷告，让我们想象到说，有权力的人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是倾空自己的，是看见自己的不足的，求神赐下力量，赐下智慧来帮助他。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在描述说，这位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这位俄罗斯的领袖普丁，大家开始在好奇或是在研究说，这个人为什么口头称呼说乌克兰是他的兄弟之邦，但是发动战争却是那么样的残忍？到底一个领袖的心境是怎么来的？他就引用说，有一位作家他在描述这位普丁他年轻时候成长的背景。他说，当他进入等于是开始出社会，开始进入职场，开始工作。我们知道他以前曾经当过 KGB 的这样的一个，反正就是国安情报方面的人说那个时候刚好是俄罗斯，就是当时在苏联的整个联邦垮掉的时候。我们知道1989年苏联就解体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原来期待着，好像这个俄罗斯的辉煌，却是他碰到那个崩垮的时候，所以他心中一直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那个失落。他觉得说，什么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要恢复当时那个整个大苏俄帝国的一种荣耀。所以他非常的敏感，只要有人要侵害他或是抢去他的荣耀，他就非常的这个不客气的就提出反击。包括有人在反对他的意见，他就用各种办法把他除掉。所以这种领袖，当有人在研究的时候说，这种人他们其实内心是空虚的，内心是软弱的，但是为了要表现出他的强悍，他就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权利。但是大卫王不是，大卫王是在他软弱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启发，他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大卫王他本来是要盖一间最棒的圣殿献给神，但上帝说，你手中充满着血腥，让你的儿子盖。所以他是一种谦卑在神面前。我们也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
他跟神求什么？他说：“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倾诉，求你倾听我的叹息，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请你听我求助的呼喊。”一个王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倾诉、叹息、求主来帮助，这个就是神荣耀他的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主耶稣的祷告生活也是一个典范哈。主耶稣的祷告生活，他的时机跟方式有这些经文里面有描述。第一个，他是在清晨跟在旷野的祷告。马可福音1章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的模式有这样的：他在清晨，而且天未亮啊，因为以前没有在讲几点钟哈，我们就看太阳有没有出来。天未亮的时候是暗暗的，没有人，而且旷野，在那种很特殊的情境之下，他能够安心下来，他能够单独面对跟神祷告。所以一般的教会有早上的祷告、清晨的祷告，那是非常的一个普遍的哈，或是说特别是在韩国的地方。我就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插曲哈，就是说有一位神学生呢，在韩国有一位神学生啊，他是夜猫子，常常要睡得很晚才起，很晚睡，所以他每一次要参加早祷会都非常痛苦，因为你知道啊，被那个睡眠不足起床最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大概一般人平常没感冒没身体不舒服就是睡眠被吵醒那个时候最难过就觉得很不舒服，什么都不对劲然后他有一天呢，就跟他的老师抱怨说，到底是谁那么奇怪，发明这种一大早的祷告害我一天都的精神不济这样子我就在埋怨起来。然后他的老师又看起来好气又好笑，一个人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他就很坦白的告诉他说：“你去看圣经，早祷会是耶稣发明的这样子。”他自己感觉没趣，因为这个事情他本来应该都知道嘛，圣经怎么没写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常常会跟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生活的情境有一点对抗的时候，会觉得很疲累。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清晨在旷野祷告。还有呢，主耶稣第二种祷告，他是上山整夜祷告。那个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旷野，到山上，因为主耶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描述，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他可以直通天庭啊，但是他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单独独特的时间跟神一个密切的联系跟祷告，何况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呢？所以呢，上山整夜，有的教会都学习这样的样式有的教会都会举办叫做通宵祷告会，有没有？韩国他们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恩典常常教会会举办通宵，不然就是半宵因为韩国人他们在礼拜五下班，他们就直接到教堂去了，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到至少会过12点，不然就11点半夜，然后才回家这样子。那主耶稣他这样子整夜上山祷告。还有一个经文记载，马太福音14章23节说，他独自晚上上山。他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换句话说，无论是大卫的祷告，无论是耶稣的祷告，个人跟神的关系绝对是最不可或缺的。你参加团体的祷告，参加各样的祷告会，但是只要你有任何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个人的祷告。我们期待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跟神有这样像大卫、像耶稣一样那种跟神一个密切的祷告，没有受干扰的、安静的，而且能够坦开心胸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所以会有别于别人的能力跟祝福，不是我们吃的比别人好，我们的学识比别人高，
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儿女，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软弱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将自己的困难需求在神面前来陈述，我们更能够在神面前看见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再一次分享这个祷告跟生命连结的时候，确信每一个人不是那么样的觉得祷告是一种累赘，祷告一种重担，祷告是一种困难。礼拜五我们曾经邀请了刘志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然后我们从这个祷告会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激励。我们的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祷告的产业，那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祷告的生活。这个祷告的生活就像大卫一样，就像耶稣一样。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的教导，使徒约翰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前面的一个印证，一个应许。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信奉主、信奉神的儿子，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他说：“我写这些信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信奉上帝儿子有永恒的生命。”然后他后面的给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信奉主耶稣有永恒的生命，是会得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会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会垂听。”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细节在里面。他说：“因为我们信奉神的儿子有永恒生命，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笃定。我们说在神面前会坦然无惧，你没有恐惧哦，而不是说在神面前祷告，好像觉得好像怕讲错什么，或者说了上帝不喜欢，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很坦诚在神面前，而且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都垂听。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到底上帝有没有听到我祷告了哈？我的祈求神有没有应许啊？好像那边有一种灰心的样子。但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哦，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寻求他的旨意。换句话说，寻求神的旨意是优先，而不是先讲你要的。但是神说这个不是我的旨意。所以呢，前两天刘志南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听到他讲到这一点，他说到很久才知道说，我们教会很多事工的推动好像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好像很多创意出来，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寻求神的旨意，是主啊，你要我们这么做，什么是我们优先该做的，而不是说教会办什么活动都是有师出有名，但是这个并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浪费了一大堆心力精力去做，但是后最后没有什么效果。所以约翰他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我们确信神的儿子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因为先行神的旨意，先求神的公义，先求照神的恩典，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显现他的恩典。所以那种自私除去了，那一种以自己的需求为出发点的除去了。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当我们走在神的应许中，他的垂听就在我们当中显示了。我们教会在做中保代祷的时候，有一个代祷卡，你会写你需求的，但是还有一张，就是说，当你有得神的应许的时候，你要写上去，表示说你在走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天神应许你的时候，你就把它反映出来，写上感恩的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大卫、耶稣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永恒生命的主要赐给我们什么呢？我们祷告获得了恩典跟丰盛生命。第一个是祷告是要跟这一位永恒的上帝连结。
你认识神有伟大，耶稣的救恩在你头脑上，这个还不够，是因为你要真正臣服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这样的大能，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连结。所以以赛亚书40章28节说，他是永恒又有无限能力的供应者。所以我们确信这位无限大、永恒的供应者，所以我们才需要用祷告来支取，我们需要用祷告来领受。以赛亚书40章28节说，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上主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了全世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他在提醒我们说，你不知道吗？你没听见吗？永恒的上帝在这里啊！所以祷告是因为跟这位永恒的上帝、永恒生命的主产生连结。所以你只知道还不够，是要跟主连结。第二个，我们许多人祷告就是纯粹就是说我要上那求什么？其实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在于降服，在于炼净。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描述说，好像上帝在你面前，你要去见他，好像一个人要做一个业务，要在这些老板面前做简报，你要让对方接受我的这个简报是，我的这个提案非常的棒，非常有效。你这个时候你提的时候，是因为让对方接受，而不是你觉得你很好啊，对不对？你是要让那个提案的对象，他这个老板或是他这个业主接受你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是敞开自己，好像照一个镜子一样，在神面前说我看见我的不足，我看见我许许多多的污秽，因为你这样才能看见自己的缺点，除去自己的骄傲。所以祷告其实有些时候是讲给主听，也在听神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这样子描述说，你当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是在讲出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一个自己的将自己的真实面呈现出来。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祷告是让我更认识自己。就好像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从头到尾讲一下，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发现说当神的光照启示你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我想到了还不足啊！我有哪些弱点，有哪些缺点，有哪些盲点，要求神来帮助我。所以祷告是一种跟神倾诉，也听神来对你说话。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要在清晨，要在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一切的干扰都没有了，你的心就像平静的湖水一样，映照出自己来。你在很嘈杂繁杂的时候，当然可以祷告，那时候跟一个简短式的、一个宣告式的。但是当你要看见自己的时候，是在那种安静的时刻祷告。第三种是祷告是一种重新得力的祷告。我们听了一句，在使用电脑3C的时候叫 reset， 就是一种重新再来的意思。有时候我们手机有很多干扰，很多一些杂讯的时候，我们把它关机重开。其实祷告就在重新跟神连结，得到力量，而且能看见神开启的神迹，窥见这个奥秘。我说因为现在3C 的用品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开那个电动车了我记得去年我们有年轻的朋友去参加我们那个彭金姐妹他们夫妇在那个虎山农场那边有一间大楼的新房去给他们祝福了大家看很高兴，觉得说那个房子很漂亮那个时候他们的经理呢就很热情的介绍我们这些客人去参观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们想要秀出他们盖的有多好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带领我们到地下室去看什么？看他们的停车场。我说这个停车场是整个大楼应该是最糟糕的地方嘛？那原来不是，他们把停车场盖得很漂亮，而且装潢得很漂亮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区块的停车位哈，都已经建好了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充电的系统哈虽然不怎么懂，但看起来哇很新奇啦，因为他就让那些住家哈，他们开电动车出去，然后回到家里面，把那个电源线跟那个车子连接之后，哇，这个车子一整夜充满了电哈，明天就又可以很有电瓶都充饱饱的就可以一天的工作都来得及这样子。那牧师跟师母也很赞成这种环保的时候，我们骑的机车也都是电动机车。那我们第一台电动机车是比较传统的哈，它是要自己充电哈。我就看他说哇，原来那个充电头哈，要跟你的车子在插筒的时候，它有很多齿，有没有？很多齿，你要把它密合，那个电源才会进来哈。但是那个充电池那个 key 哈，有时候很难插的非常的密合了。有时候谢牧师他觉得他的手没什么力气一按以为已经开始充电了。我很久发现那个充电的那个电器灯还亮着，根本没有充饱所以要再往下压一下，它才会继续充电这样子。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这样子，你一天跑太累了，你要在神面前重新充电，在神面前得到新的力量。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也喜欢买那种叫做扫地机器人，对不对？扫地机器人，现在发明越来越厉害。扫地机器人，你只要把它开动，等它扫完的时候，它会跑，它自己会跑到它充电的地方，又把它卡住，就又开始充电了。不过有的人没有弄好那个扫地机器人呢，跑来跑去，跑到床下，跑到桌子下面，突然间就没电了。没电就找不到它在哪里了，因为它已经失去能力了。我们常常会不会在我们基督徒也碰到这样子，到精疲力竭了还不晓得赶快跑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到力量，因为神迹是为那些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展开的。我们也藉由祷告会发现说，原来神的奥秘、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等一下，我们虽然疫情，但是人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举行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就是确信，神只要愿意，他就会动工，他就会在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最后一个是祷告，它是连接永恒，续航在永生，因为这是约翰使徒教导我们的，因为我们信就是连接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呢，也得着神的应许。我们说在上个月我们分享的 RPG， 我们在指南小组里面有好几组的信物小组，那个 RPG 的小组，他们分享神给他们应许。最近我有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小组呢，就是我们的3年小组，他们也有很棒的一个分享跟见证。所以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能够藉由祷告得着跟神更密切的关系，更得到祝福那这个3人小组呢，我前几天看到我们的群组里面有这一段他们拍的照片感觉非常的感动，很温馨因为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不受影响他们就用3个人一个小组，然后就拍下这个照片很高兴很喜乐他们3个人一起享受神的祝福，还有像这样的形式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都在里面就他们的小组这样子，也是实体的了那我听到他们的小组里面一个导长叫嘉芬姐妹她做的见证，心中很感动。她怎么说呢？她说：“天天家庭15分钟的 RPG 真的很棒，我是活生生的代言人。要上来推广一下，这个很合神的心意。神喜欢每个家庭天天同心合一亲近他，执行下去一定能感受上帝同在的喜悦。”嘉文姐妹呢，她当导长，她就是鼓励小组一起祷告，而且她在自己家里面跟家人、跟先生、跟2个孩子一起来 RPG 祷告。
那他说鼓励大家天天在家兴起 RPG 小组，线上的也行，万事起头难。我为家人祷告2个礼拜，一旦开始就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他特别举了他小组里面一位姐妹她的一个见证。这位姐妹她因为之前不久她的长辈过世了，心中非常的也郁闷，或是说心里不愉，心中没有快乐。对信仰上也感到很大的压力不过她那一次参加了我们4月22号礼拜5的我们这个牧区的小组的联合聚会，藉由区长魏鹏长老他带领诗歌敬拜分享，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神就开启了他的心，触摸他的心，那些诗歌成为他在里面产生涟漪，好久就没有享受那种想要敬拜上帝的感觉，所以从那个时候就重新启动他的信心那嘉芬导长他就这样讲说，现在这位姐妹喜乐的分享生活的状态，读经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哪句经文是神跟他说的，常常半夜醒来，神会给他一首诗歌，然后他就哼着那首诗歌来安心的睡着。那这是神奇妙的大能。参加聚会领受祝福，参加小组的祷告，那从祷告当中得着力量那他们同一个小组，刚刚就是这位有位长辈，就是素琴姐妹，是我们魏鹏长老，他叫她三婶她信主，然后参加这个小组，非常喜乐。因为3人小组本来她年纪都不是很大，但是这位素琴姐妹，她就好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参加了非常喜乐。她就这样子做见证，她说：我们人生沿路走来呢，不管遇到高峰或低谷，相信有神的陪伴及依靠，都会化险为夷。他这种信心是，他说这种感觉在我还没受洗前未曾经历过。感谢主，他这样的体验到 RPG 祷告，他做一个结论，他说感谢 RPG 3人组，感谢嘉芬导长，每天都嘻嘻哈哈很喜乐的，好像没有烦恼的带领，让我不断的学习成长。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教会里面这些祷告的产业，每一个人都领受，每一个世代都传承。我期待我们有个人跟神密切关系的祷告，我们有 RPG 的3人小组的祷告，我们有教会的团体的祷告，我们有个别在密室里面跟神一个中保代祷的祷告。愿神这样的祷告的能力、祝福、恩典赏赐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牧师要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要请同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医治祷告的诗歌。我们请弟兄姐妹，你心里有预备，无论是你身体有病痛，或是对这个疫情感到恐惧，需要神的保护，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美好的恩典。我们知道大卫的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祷告，他们在清晨，他们在夜晚向神祈求，就像大卫向主祈求说：我求告你，求你来帮助我，求你的时候，求你垂听，愿我的祷告如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祷告勇士。我们在密房里面跟神的祷告，我们在旷野，在夜晚，在清晨的祷告，都求神来垂听。我们有中保的代祷，我们有 RPG 的小组的祷告，我们有团体的恩典时刻的祷告会，礼拜前的祷告会，都求神在我们当中一次一次经历神应许，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感谢赞美主。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来，我们要求神亲自赐下你的恩典跟医治，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显现。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一次诗歌。如果你要得祝福、得医治，或是心中有愁闷需要代祷的，或是对疫情需要被神保护的，我们都不分彼此，都可以到前面来，表示你一种行动，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专注在我们的影像上面，我们也可以按手在身上，我们一起要做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医治恩典。
开始可以到前面来哈，我们代祷同工也可以招呼大家一起来，排一排可以，不用那么近，没关系。来，继续来。称我们的过犯，也承认我们需要被祝福的祷告的，都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没关系哈，好。一起来唱，一起来唱。当我寻求你，追追，领受你爱，领受你慈恩，释放我的自由，再一次来。寻求你，洗涤我重罪，领受你爱，领受你恩典。我们音乐诗歌轻轻的唱，牧师要呼召大家一起来做代祷。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做按手，但是我们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一起这样子，我们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祝福，彼此代祷，也为自己祷告。我们是不是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举起你的右手，祝福的手，为前面这些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求神大能动工，无论是身体病痛，或是心中有愁烦的，或是有心中有忧虑的，为疫情所困扰的，我们求主亲自施加医治。你自己也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医治什么？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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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典跟医治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求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你的平安跟喜乐也赏赐给我们。主啊，主耶稣，你应许我们，你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你受苦，我们必得平安。主啊，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求你的平安跟喜乐赐下释放，赐下医治，赐下能力，赐下祝福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使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喜乐在我们当中，平安在我们当中，释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斩断一切魔鬼的权势，一切黑暗势力的掌控，让我们除去一切的忧虑。让我们心中得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健康。神啊，求你恩典跟每一位同在，祝福跟每一位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一起来继续唱这首诗歌。可以继续祷告，没问题。使我重罪，领受你爱，领受医治恩典。感谢主，牧师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在线上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对神的祷告祈求，你也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谢谢天父上帝，我们为走到你前面，在你面前，为让大家一起祝福祷告的弟兄姐妹，求你跟他们同在，藉由他们的信心，神赐下应许，赐下医治，赐下平安，也赐下释放，让他们身上经历祷告得来神的祝福跟神迹，就看见神的大能是真真活活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赐给我们恩典的上帝。我们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在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祝福祷告。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只要2、3个人同心合意，
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确信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主耶稣应许说，主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主耶稣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愿神所赐下的平安跟医治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站在你面前所有弟兄姐妹，在线上所有弟兄姐妹，奉主名来祝福，让我们天天经历神的祝福跟恩典。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回座，谢谢。愿神的医治平安继续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起立，我们回应上帝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来报告。我们报告之前，我们来看本月的金句。我们看周报的画面，我们一起来念华语的部分。请。我出自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篇10节。这是我的报告。下主日的普世同工，我们司理事会，我们请杨宗和主事。那分享讲到，我们请刘进展牧师。那我们本会定于下个礼拜。要邀请刘进展牧师来主持主日的培灵会。那本会下主日的5月29号2堂礼拜。那欢迎兄姐不受疫情的影响下，届时来踊跃参加，同得造就与成长，并请为此事工来代祷，求圣灵亲自来动工。那本会今天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在下午12点45分到2楼会议室参加5月份的定期小会会议。我们看第5页，本会6月份事工的预告。第一点，6月5号为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教会蔡成功牧师的夫妇将代表前来
本会正道与诗歌的分享。第二点，6月12为圣灵降临节，本会将举行圣餐礼拜，欢迎会友参加圣餐礼，一起领受上帝的救赎跟恩典。第三点，6月19号为青年事工主日，将由雅鲁传道来主理提摩太牧区主领礼拜的服事。以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弟兄姐妹，主要是做一个补充哈。下面第2页第1页先没看，第1页先我再补充一下礼拜五我们有从刘志展牧师得到一个很好的激励跟造就，那我们邀请他哈，因为他这个礼拜天不行，所以就变成下个礼拜天了。本来是礼拜五跟礼拜天哈，所以他下个礼拜天我们邀请他继续来这边来勉励我们因为我们礼拜天的聚会时间有一个限制，所以会2堂的不同主题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哈能够如果实体的话，能够2堂都听那不同的内容哈。那线上的也都一样，欢迎大家来参加。他的所分享的主题叫做成为有属灵产业的人哈。那期待我们小组啦，大家彼此邀请哈，2堂能够参加最好哈。那第2个报告就是我们教会基甸牧区的张振华弟兄的爷爷，他叫林雄弟兄哈，在昨天安息别世，是享受96岁哈因为昨天才得到消息，所以下个礼拜周报来不及报告，所以在牧师在这边补充，就是在5月28号礼拜六早上10点半，要在市立殡仪馆的1/3的那个入殓式来举行告别礼拜。那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在基甸牧区有弟兄姐妹能够邀集一下看多少人能够参加。我们要如果人数够的话，我们要唱一首慰诗诗歌来表示我们的安慰那大家为这个家庭来代祷，为振华弟兄来代祷。好，那有1、2点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周报有报道说，因为上个礼拜天就是美国时间在美国发生了一个枪击案当然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因为有牵涉到比较属于政治跟意识形态族群的关系，所以美国那边当然很重视一定会非常仔细的调查。但其实台湾这边也好像有一些风声草动的样子感觉那各地的警察局都跑到教会来关心，我们教会也一样。那表示说大家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悲剧的事件产生更多的冲突或是不同的理解，大家彼此代祷，希望能够平安。那家也为这些受伤或是失去生命的郑医师的家庭来祷告，求主心事平安给他们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们疫情的关系啦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本身有预备好，所以他来实体没问题有的是在线上，我们都很尊重。不过重点是我们要聚会要敬拜神所以我们在周报里面有报告说，实体的啦，还有网络上的人数，这个都是一个参考值啦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各小组实际通报你几个人来参加实体礼拜，在线上有几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说我们同样看一个荧幕可能有5个人一起看跟那个讯号不一样所以我们这2个都统计其实这些只是一种鼓励。我们虽然不方便，虽然我们不能出门，但是我们还要敬拜神所以期待我们在线上的，如果说你有参加线上聚会，也可以跟你的小组长或是你的团契的会长报告说，我有上网，我有一起敬拜神那个表示我们跟神的一个敬拜一个关系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慢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感染了啦但是感谢神，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很平安来度过有人是要靠药物啦，或是医生的处方能够度过了。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护原者联盟护原者联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到处去了，都不用怕。但是我们知道说可能好像感染比较不严重了
但是还是要保护自己哈。那我们周报有报告说，如果教会弟兄姐妹如果家庭上有这样感染自己不方便或是不能出门需要协助的话，打电话进来或是给我们的小组长，我们联络。我们有邀请一些志工可以帮忙跑腿哈。我们这些已经感染恢复的人呢，是最好的强棒，都没问题，可以帮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平安的度过，也许还要1个月，也不一定哈，1-2个月。求神保护我们台湾能够平安的度过，特别是医疗量能很重要哈。突然间遇到的人求诊，那医生都忙不过来，所以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些医生跟护士，他们真的累到不行，而且要被骂。平常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帮助天使，但是困难的时候又要骂他们，真的是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平安的顺利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这样子。那也期待我们教会下个礼拜我们有那个刘志南牧师的培灵会，如果你不受影响，能够实体，最好能够来实体，我们可以多一点人来一起激励一起学习，一起祝福这样子。我们就报告到这边谢谢。颂荣，我们会众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诗歌唱完，我们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保护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平安度过这次疫情的攻击，让我们身心灵都得神的平安保护。也愿三位一体的神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跟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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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